我们世界各地念佛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我们戒早斋完之后呢，跟各位来介绍这一章蕅益大师他所开示的华语。那蕅益大师他不是普通人啊，他是沉验再来的非常伟大的修行人，他是我们净土中第9代的祖师，他的智慧非常的高超，正量非常的圆满，他讲出来的话那个可信度呢，那是100%的，我们不需要去怀疑的。他就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但此名号，不假禅观诸方便啊。”他说，只要你抓着这个名号，持就是要抓着，不要放哦。你就是这样念念不忘，把这个名号在你的心中，在你的嘴巴，这样一直的称念，不假方便，不要借着修禅定啊，或者观想啊，这种种的方便来做辅助啊，不需要。你只要持名号，把这个名号紧紧的抓住，牢牢的靠着它，那这样不需要再靠其他方便。信愿持名，全摄佛功德成自己功德。你只要完全相信，你一念佛，佛发的愿是绝对兑现的。佛要救什么人？念佛的人啊。他就是说，我成就之后的名号，只要你顺我的本愿，你念我的名号，我一定救度你的，而且是100%的救度你的。所以这个你要相信，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。如果他救不了念佛的众生，他发愿不成佛。今天他成佛，所以他讲的话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不管你什么时候就对了，你必须要绝对相信，因为他不能欺骗众生，他成佛了，不可以欺骗众生，所以你要绝对相信，我一念佛，我有条件，我有资格可以往生。愿就是你现在念佛的目的是干什么？我要了生脱死啊，我要离开三界啊，我要脱离6道轮回，我无论如何就是要到西方，这是愿。我绝对相信阿弥陀佛救度，我愿意往生西方净土，我就持名，按照这样子好好的一心一意，非常虔诚专注的念佛。那么你念佛的时候是全摄佛功德，就是全部摄，就是你包含的，你把它全部包容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，你把佛的功德变成你的功德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原来我们是仰仗名号，我们才能够解脱生死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我们以一般我们凡夫众生的功德力是太浅薄了，是太微少了。不管你做什么，你的功德是不具足的，要去往生西方的资粮是不够的，这是不够的，不符合条件的。但是因为我们念佛，名号是佛所修持出来的，这个代表他全部功德的结晶嘛，代表阿弥陀佛全部的生命嘛，所以我们只要持名，你全部都已经融入在佛的功德当中，变成自己的功德。无戒局劳修正局，就是你不需要去靠着很辛苦很劳累的这样来修行来证悟，不需要。你不要借着这个非常辛苦的来希望得到明心见性啊，修行的功德要齐全啊，你不需要这样做。但持名号，你只要修持名号，一心的念佛，完全精进用功的办道，念佛进登不退，你直接就登上到了不退的境界了，你不退转。各位，我们在这个人世间，不管你是在天界人跟天的这个境界当中，我们呢很容易就退转。今天我们情绪稍微稳定啊，或者是情绪非常的高昂啊，很兴奋，或者是我们情绪上面没有受到烦恼，我们看你比较有把握。但是有一天稍稍不如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沉沦了，就低落了，情绪上非常的不平稳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或者在天界也是一样的，都是很容易忽高忽低，忽好忽坏，忽善忽恶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持这个名号，直接就登上去，登上去就是跳上去了，到极乐净土，直接就往生净土，你永远不会退转。你看这个有多重要啊！那你这个人世间没有把握，也没办法保证你，如果说福报享尽了，你照样的轮回，照样受苦。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讲非常不利的，我们心里面不要去羡慕这个事情。我们呢一定要好好的念佛，直接就登上到了不退转的境地。这种奇特甚妙，
非常的神奇，非常的特别，非常的殊胜，非常的微妙。只要你念佛，就能得到这些超出思议啊，超过了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，你的智慧没办法去判定的，没有办法去揣测的，没有办法去思考的，就超出我们一般人去想象的事情，是第一方便，方便当中的方便，就是第一啊，没有比这个更快，而且更容易达到你的心愿，没有一个方法，只有这一个持名念佛。这是蕅益大师这么苦口婆心的来告诉我们大家，所以我们要不要接受啊？没有第二条路了。各位莲友们，你们现在不要三心两意，不要再有任何猜疑啊，或者是心里面矛盾啊，好像我这样就够吗？你不需要这种疑心啊，不可以这种念头，一定就是我一心的念佛，那么直接就离开了娑婆世界。我们发愿西方净土能够发开见佛，我们呢心满意足啊，到了那里以后，永远不老，永远不病，永远不会死，你的寿命长长久久，绵延不断的，跟佛一样的，具足各种神通，智慧又圆满。你看到时候我们能够广度十方一切众生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只要到了西方净土，一切都随心满愿，一切心里面所想渴望的，我们要追求的，我们要让众生离苦得乐的，这些方法在极乐世界我们就马上涌现。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按照蕅益大师所交代的，我们认真的信受奉行，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遵照的，绝对要深深的相信这一点呢。借这个因缘来跟各地的莲友们介绍报告，希望我们大家就是一心投入名号当中，仰仗着阿弥陀佛慈悲的救度，大家离开这个娑婆世界。我们很恭喜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